莫得可兰经文难了死。素拜真师反饶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老得5位严禁。素大公常早微根4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穷神之化之奇，净律本古人云偶绿叶莲花3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得了跳庙回老家务又本末，是有终始之所先后，则敬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然勿修道。本末倒老母娘的奥妙道在是东波问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波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以下曰在其百，曰何其欲大邪曰在瓦辟，曰何其欲甚邪曰在使你。东波子不应。庄子曰不问，故以止。正或之问于监视律也。每下欲况，汝为莫彼，无乎陶物。只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3者，一奴使其已也。庄子之有12老母娘的心声，13山坡母子里，乃不得已。皇母训子10戒，1戒亦当初天未分混沌，未探妙明明无人我空空团内缘自天同语无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凤亮眼含聚无还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一川日灯斜一仙娘丁2论无极为圣与至暗宝，静静而应通，万化万类根源。自从那教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万八，在气数并使就来止会地完全清气升为天南部，至星斗浊气降明为地，土海山川至明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体本及黄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3道即理比及道虚灵之妙道，生一生二又生3，一本散万书哉，自无入9道至神意境言天即成即立，万物即备，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10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就子息荡凡间律
次的拆元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反无奈何为母。我造下铁斗山，红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千石，其来起早趁机天一邪收为礼，天众佛自就醒来，不母面又不见一别，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子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宿东奔莫要在脸，如若是天一邪教与尔等耳，哪个不肯是凡数和也凡意冷饿了失踪国子歌引心权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期末大普度烧清净清度佛缘造乃为良降解乃收上血泪以于叹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莫结识其把握精气效法，无为考记考卷复华及国任逍遥一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人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其青作色黄任意去来，现无量尊语言，不惧寒不惧数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治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无无阴之对待，与有纯然一体，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辖无事，任遨游天妙境门来下将谈前辖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这是仙桃果琼将玉一川的是穿越节真一天山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将玉一川的仙一仙邪仙桃含桃之果实亦称仙桃，含桃石洲际东海有山名度山上有大桃树，盘区3天约含母地内转月1日房母降地仙桃4颗与地，第10折收其禾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乃论其为圣欲至善宝净净因空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须尽感遂万物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
自从那交子会气数以告为母，我命西佛治理坤乾一元时，二惠子会开天